大家好，今日係10月10號，我係今日嘅主持 Christina。今日10月10號咧就係 Dopamine Express 誕生嘅日子，同時咧今日係世界精神衛生日，喺度同大家講一聲世界精神衛生日快樂。第一個世界精神衛生日係喺1992年舉行嘅，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同埋全世界超過150個國家機構合作，致力推廣全世界嘅心理健康教育。我哋係嚟自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嘅學生，喺度亦都係為咗支持世界精神衛生日，所以我哋嘅創立目標主要係提高青年對抑鬱症嘅認識同埋知識。我哋透過唔同嘅貼文同埋分享實用嘅自我照顧技巧 DSE 同埋一啲本地嘅資源。所謂嘅實用自我照顧技巧 DSE 咧，就係 D for Diet、S for Social、E for Exercise。簡單啲嚟講，係從飲食、社交同埋運動方面着手。而呢一個咧，亦都會喺我哋之後嘅 podcast 同埋幾個 post 入邊咧，亦都會提及嘅。2021年10月，香港青年協會做咗一個研究，訪問咗3699個中學生，而超過一半即係51.9%嘅受訪學生咧，評分出現抑鬱情緒表徵嘅。咁究竟有咩原因會令到青少年覺得抑鬱或者甚至有抑鬱症呢？第一係基因，第二係環境。環境方面咧，主要係因為佢哋咧長時間暴露喺一個暴力、濫用物質或者屋企有嚴重嘅衝突。除此之外啦，亦都可能因為咧佢哋對自己嘅自我觀感或者佢哋嘅體態咧感覺到非常負面，亦都會有機會患上抑鬱症。咁抑鬱症又有啲咩症狀呢？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即係我哋簡稱嘅 DSM-5 嘅定義咧，主要咧係有9個嘅。咁咧，我之前咧都聽過一個社工嘅分享，究竟點樣可以容易啲記住啲症狀咧？就記住952，香港咧就加852啦。咁點解會係952咧？9個嘅意思咧，即係總共有9個症狀。而中咗其中5個咧，即係95嘅5咧，就中咗其中5個或以上咧，其實就已經可以係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而最後嘅2咧，係主要有2個，我哋係叫做主要嘅症狀嘅。咁而呢2個主要症狀咧，中1個其實就已經係㗎啦。咁我哋而家就講下9個症狀啦。第一個就係體重劇變，1個月內加減5% 咧，就係已經其中一個症狀嚟㗎啦。第二個啦，失眠或者昏睡。失眠或者昏睡咧，其實都係一個主觀嘅。其實如果佢認為自己係失眠，一個主觀嘅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認為佢係一個症狀嚟嘅。第三啦，動作呆滯同埋坐立不安。第四，專注力減退。第5，有自殺念頭。無論佢有冇一個詳細嘅計劃都好，只要有呢個念頭咧，都已經係其中一個症狀㗎啦。第6個，過分醉疚。第7個，疲倦乏力。另外啦，我哋啱啱咧都講過啦，其實咧係有2個主要嘅，所以咧7+2就等於9啦。咁而家講下咧，嗰2個就係情緒低落啦，同埋失去興趣嘅。咁情緒低落或者失去興趣中其中一個咧，其實就已經係㗎啦。咁所以咧呢個9中5主2，簡單嚟講952就可以幫大家記到呢度嘅症狀啦。咁持續2個禮拜以上咧，差唔多每一日都有出現5項或以上嘅症狀，當中咧有2個主要嘅症狀出現咗其中一樣嘅話咧，喺臨床上都可以診斷為抑鬱症嘅。但係當然啦，我哋咧就唔係臨床心理學家，亦都唔需要診斷身邊嘅人究竟有冇抑鬱症，只不過咧係令到大家有一個概念去了解到究竟乜嘢係抑鬱症同埋有關嘅症狀嘅啫。而最後咧，我哋咧亦都會有一段 AI 嘅 video 啦、AI 嘅影片啦。咁咧，希望大家咧翻去我哋個 post 度睇完之後，話俾我聽，究竟 Alex 咧有冇抑鬱症咧？記得睇完之後咧，投票，話俾我聽，你究竟覺得佢有冇？記得睇完之後投票。多謝。題外話啦，錄呢個 podcast 咧，主要係因為咧，我哋嘅對象都係香港青年啦，咁所以咧，大家咧應該都係用廣東話咧作為母語嘅，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咧搭緊車呢啲途中咧，亦都可以聽下啊，未必下下都一定要用肉眼去睇我哋嘅 post 啦，亦都可以
匿埋眼聽下我講有關於啲抑鬱症嘅症狀，有關一啲點樣可以自我照顧嘅小貼士，咁咧就可以令到你一日有一個好好嘅開始或者係一個結束。